同樣都係8-5花嘅楊穎、趙麗穎同埋楊冪25號分別現身唔同嘅品牌活動，不過 Baby 就只係靠靚樣就已經紅爆熱搜啦。Baby 舊年受19禁風波影響而遭到軟封殺，雖然已經獲得解封，但就一直未有影視新作。喺未有新資源之下 ，Baby 目前嘅出鏡率接近係0。雖然曝光率大不如前，不過 Baby 人氣不減。前日佢以代言人嘅身份出席品牌活動，一身閃鑽低胸晚裝裙上陣，束起髮髻，配上價值超過50萬嘅鑽飾，優雅高貴，仿如公主出巡。粉絲見到佢嗰陣表現激動，大叫好靚，又指佢瘦咗。Baby 全程表現親切，不停為粉絲簽名、合照有緋聞，相當寵粉。事後有網民將 Baby 出席活動嘅相放上網，大讚 Baby 喺零修圖嘅狀態之下仍然非常漂亮，一出場就係美神降臨，獲讚顏值重回出道巔峰，仲紛紛感嘆念在江山在，同 Baby 顏值相關嘅多條話題都登上網上熱搜，其中楊穎好權威的一張臉更成為熱搜第一。而最近傳同導演趙德胤拍拖而成為風頭躉嘅趙麗穎出席飲品品牌活動嗰陣，就身穿白色單肩連身裙，被讚仙氣十足，成功登上熱搜。至於近年三氣連撲嘅楊冪出席奶粉活動，佢先後換咗2套服裝示人，分別係白色花卉刺繡裙同埋象牙色絲質襯衫配西褲，打扮溫柔軟弱。佢仲親手為牛牛飲奶，但喺網上就毫無波瀾啊！